台南市湾里休闲公园伫个顶礼拜7月初正式来启用，不过园林美宴则得未少的民众反映，因为场地野营的所在太少，囡仔佚佗时无法度味，容易来拍伤。如果很热的话，真的会烫。啊，那如果那个还有那个溜滑梯的那个什么，另外一个那个滑草的那个溜滑梯那边的横杆，要写一个太低了，要说小孩注意头部，就是标示一下啦。因为那可能比较小的小朋友在使用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标示一下。有椅子地方没有遮阳的啦。对啊，像那个椅子没有遮阳哈，坐在那边太热了哈。杆子会撞到头，哎，会很痛。很痛哈，很痛，我都撞到了。对此，园林美宴上午也是市府教务局现场来会勘，实地测试，不但溜滑梯小滚滚，而且器材栏杆嘛伤低，容易弄到头。看到小朋友无法度做引，拢避伫个拱桥的棚空，因此要求教务局应该加强野引，而且希望增设喷水来降温。对此，教务局回应会伫个1个月内改善。当然，公园的使用率它是不分时段的，每个时段都有它需求的人群，需求人群。像我们现在大太阳也有一些人会来，但是也让他感受到真的太热了。而且在整个设施里面，我们有看到，因为我们台湾的阳光真的是蛮吓人的哈，也是蛮吓人的，很热。那有些设施也因为它遮阴没有做得很完善，所以在白天就受到阳光照射，真是蛮热的，真的蛮热的。所以我们在议会一再的要求，你做一个公园，不管是特色也好，社区公园都必须要兼顾到遮阳哈。像现在我们看到的，这个就是别的地方它有遮阳的。我们这个遮阳，它至少会缓冲一下它的热度，这直接照射，包括这个地方也非常的漂亮，包括这个地方也非常的漂亮。这个是简单的一个设施而已，我们跟也把所有的一些一类环的设备，也当做一个充分的一个就是遮阳的一个功能啦哈。刚有讲到说要增设洗手台，还有植树的部分、遮阴的部分哈，还有增设照明的部分，我们尽快来做哈。我们在1个月以内可以来完成。然后遮阴的部分可能需要发包，所以可能后续我们尽快来处理。市府办理南区喜秋园里市地重划，开了3600万，将园里的人工湿地变更开发为园里的休闲公园，其中公园占地大约3.5公顷。投入400万，打造大约200坪的特色游戏场。园除了建议增设遮阴，另外嘛希望增设体健的设施，加夜间的照明，方便长者带小朋友来佚佗兼运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